的彩色呢，为给的东西所谓，挂着热脸头，为个人处理切比。阿爸阿妈，家就恰当跟作为家庭，许多代的这么子想你。这边能怎么给谁让人一抹不走的相遇，我该既然走，挂针就真前怕马了。这生最为凶，为故所相比所谓，高的热脸头，为个人处理切位。阿爸阿妈，家就恰当跟作为家庭，许多代个这么子想你，真气大吗？让人们帮的就别擦干。这些让呗，西夏莫懂得教育，有个阿弟弟里让个，个人就真钱怕马了，真钱怕马，让人莫帮的就别擦干送这些让呗。